我辅导过很多学生参加。啊你，哎，这个出水，后来有自来水。也是去观音是否说可以用，还有后面外面的水的流下来，今天提的四方，大家你看一下，刚才我们讲到写四方，这四方的财产，而且12月24农历啊，在那个利息上造型的，上造型，较早以前很繁琐，阮爸爸都拜个去拜天公哦，咧。吹到安尼暗啊，到12点，无过12点袂使困，啊要等者压岁钱哦，啊倒啊迄钱倒啊贴啊光光光，发财，像他们这代哦，心诚就好，列举啊，你较早哦，我不拜，规个哭一直拜甲。心意加水甜啦。对，啊这吼，这 S 砖清水砖，这个砖。很重哦，你摸摸看，很重。我小学的时候，这一组很贵哦。这一块这一叠要10块，这叠都要200块，这个砖比这贵很多。你刚刚有看到那个第一条啊，猪舍上面都用，还是用这个砖头。我来没关系，这是黄金的话，嫁妆啊，黄金啊，你这那个黄金博物馆，小心不要掉下去。因为这张是不能摸的，我偶尔讲得很高兴了，就偷摸一下。我在松山当烟厂也是，那个脚踏车不能摸啊！我说你是贵宾，我就故意那个什么脚踏车有一种以前哦，这样踩链子啊，然后后面呢按下去，那个灯就亮了。然后脚踏车这样子哦，往后踩，后轮就停了，后刹车。我那个松山烟厂，你们那个松山烟厂晓得吗？哈，国父纪念馆对面有个台湾设计馆。我礼拜3早上都在那边，礼拜3早9点半到1点半，然后吃一个便当80块，车费都自己出，这个叫 volunteer，volunteer 叫做自愿工作，志工啊。啊这边的志工呢，也跟那个类似，但是还有一点点小津贴呢。但是他有时候收的志工津贴都不够你们的门票，收不到3000块。今天天气还好。太热的时候，有的人不想进来。下雨，你看我们那帐篷弄到这样子，那就哇，你看，这东岛这样怎么爱困呢？2个，他一次请2个人。啊，因为我以前在故宫当过特展的志工，我受过大概10年前受过训，然后那个别的地方当过志工，所以我本来是来这里参观的，我要带我们松山烟厂的志工来参观哦，跟他联络。啊，我们志工荣誉志工有没有优待啊？他说没有啊，我只要随便啊，那什么荣誉志工，都要钱就是了，60啊，超过10个有没有打折啊？跟联络以后亲自跑2趟，跟那个馆长认识以后，到尾啊你有兴趣啊？问我的背景啊，你可以来当志工啊。我为了接洽我们那边松山志工来这个参观，就跑了2、3趟。后来呢，我又2、3个礼拜来实习学习，因为我有这个背景嘛，我有这个背光，所以他要我来，我就来当。我说不要排太多哦，暑假是足忝的，早起9点到下晡5点半，热到要死的，这无冷气通吹。阮遐个有的室内的有冷气，这边还没有。啊，我们那志工很好玩，志工一次10几个人，也在拉嘞。这里走一走，讲这个教室走呢。有的志工很难哦。那个有志工哦，美术馆志工，你管这一区就只能再走来走去，就不能到那一区去。有的要穿制服，这边志工很方便啊，所以没什么制服。我松山烟厂还有每个地方不一样的，很好玩。会当志工的哈，都还可以的，都还可以。这个康是个种。这譬如唐风啊，甲迄个光线，较早无电钮的嘛，光线啊。可是下雨就滴滴答答。后来这有迄个啊，这有迄个，到尾到尾才学的。我看书这个，我不敢表演。我表演一个因为他告诉我是，不要拿一个表拿给我看，我就会打开。
可是我后来表演另外一个糟糕，打不开，连国际都打不开。啊，怎么闹鬼啊？我跟那个离题啊，写的，就转了5分钟，终于被我摸开了。它有一个地方啊，那个卡哦，这个地方，我告诉你们，以后有讲真的，有一个地方伸进去都会动进去，往上点，那这根才能拿得开。你看那个按栓，怎样？按扣一样，按扣，就像这里一样，很多枪孔啊，你根本不知道。哦，你要跑进来了，快，我要抢钱哦，不开呀，我要抢钱哦。哎，这里看，那边马上你要抢钱哦，不要啊！你不知道呢，暗藏有，而且暗网一样扎，外面的人不知道里面有枪孔，所以要注意。从这里今天可以学到很多学到很多，回去写1条、2条、3条，你心得很多，给你老师看看就知道。然后你可以到深坑自己，除了吃豆腐以外，还可以看永安居，对不对？上网还可以查，网站可能还有很多，还有说明的都有。好，你后面没看过嘛？到后面看凉快一下，那个有个门可以出去。这个只有让你们进去，一男一女没关系的，白天。我们不要进去，让他们进去。来，告诉你，来，我按起啊，太晚不能好，我们进去后面走10公尺就好，不要到30公尺，因为后面这个它的镜子那种地走10公尺，然后往上看山坡，先拿青春少女对，很好，我跟你讲，以后可以带朋友来这边看，好。好，还有哪里？我们走这里。你们这一组外面3层楼看过没？2层楼。看过了。看过的。你这个休息没关系啊，然后再走一走都可以。那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？坐下来要8看。好，来，你先看看哈，好，慢慢看。我因为那个人可能他坐太久了哈，好，慢慢看没关系，都可以拍照。哎，今天有讲过吗？这个有没有？把咖有没有？女生，小姐，来，女生过来，女生过来，特地给你做，对，真的啊？对。老板不在，来，女生过来。做了会怎么样？做了会漂亮啊！做了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说坐这个椅子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你跟谁来？朋友在哪里？他说你帮他拿一下，你注意哦。这个什么？来站起来。抽屉。我告诉你，表演给你看。这通常男生不能做，偷做一下没关系。这个是很厚，这样子哈。小朋友小时候就。裹小脚。对，把开。把开这样。自己绑哦。对，你看你自己绑吗？还是你那阿嬷给你绑都可以。是都有奴婢帮忙。有，你要不要当奴婢？因为有钱人都有奴婢啊。对，没错。你看这谁的妈妈很聪明哦，很想这样。你看，来，因为很痛啊，自己绑不下去啊。对，你看在小抽屉里面那个剪刀、绷带，还有那个是谁的太太很聪明啊？她知道我有奴婢呀。奴婢怎样？我有佣人那时候没有外劳帮我绑小脚。这里不好绑呢。你看这里放了药，万一呢受伤就可以涂一涂。它的工具箱。然后呢，你看你为什么要绑小脚？第一个，你家有钱注意有钱人要绑小脚，不必做事。做事的人怎么办？做事的不可能绑卡嘛。然后呢，小朋友。你爸爸怕你太太跑掉，你知道吧？他就叫绑你山东竟然漂亮，你妈妈要跑的时候跑不到，给我过来死回来，气死！绑小脚，已经败了风俗，所以后来呢，就慢慢叫做解除会，把那缠足解掉。还有一些抽鸦片也是不好，对不对？后来慢慢改进。听说连战的爸爸以前写一篇文章。为了写一篇文章赞成抽鸦片，被人家骂得要死多。但是有以前的报纸有写嘛，写一篇文章赞成什么
抽鸦片。还有这个，来，你来摸一下，来，摸一下，摸，不会换电刑的，给你摸，你也来，你来摸一下，好，来，这谁，你左右是放哪？对，我你看360度，我还从来没有360度，我都这样，你看，这女生哦，在里面哦，外面如果男生走过，你在里面表示里面有人呐、你不要随便闯进来，知道吧？以前设计都讲这是警惕管哦，警告说来对挡啊，我女生可能在里面换衣服啊，你不要在外面偷看啊。那这不是私人的房间吗？对啊，是我就不知道啊，乱闯啊，有人在闯啊。啊，他呢，当然他们很守礼啊。你记得第3代、第4代的黄守礼，你这里有看哦，我记得很清楚啊，有叫黄守礼。来，小朋友不是小朋友，黄守礼的，你跟他解释，来这什么？你来讲。